陪你讀金句。多言多語，難免有過；節制嘴唇，是有智慧。箴言10章19節。言語係神賜俾我哋最奇妙嘅禮物之一，但係同時亦係最容易令人跌倒嘅地方。今日嘅經文同我哋講，多言多語，難免有過。好多時我哋急於表達自己嘅意見，急於解釋自己，或者喺情緒波動嘅時候想講多兩句。但係聖經非常真實咁提醒我哋，說話講得太多，往往代表我哋內心太過急躁。當我哋只顧住輸出自己嘅聲音，眼界同心靈就會變得封閉，好容易喺不知不覺間講錯說話，傷害咗身邊嘅人，甚至產生誤會同埋嫌隙。而經文後半句提到節制嘴唇，是有智慧。呢度嘅節制唔係叫我哋完全冷漠唔回應，而係一種出於寧靜同自律嘅生命修養。當我哋願意學會暫停，約束自己說話嘅衝動，我哋先至有空間去真正傾聽他人，或者能夠清清楚楚咁聽見聖靈喺我哋內心嗰個微小而溫柔嘅提醒。聖靈好多時會喺安靜之中引領我哋，唯有學識節制嘴唇，收斂急躁，講說話經過真理同愛心嘅過濾，我哋嘅言語先至可以成為醫治人、建立人嘅力量，展現出真正嘅屬靈智慧。願我哋今日都有隨時學習節制嘅智慧，識得安靜聆聽，讓說話成為他人嘅祝福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分享，歡迎訂閱、讚好、留言或者轉發影片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！